这礼拜五特别公布大学分科测验的成绩咯。大考中心今仔开会讨论今年考试违规的状况，嘛是有考生伫考试卷画图。另外是有190张的考试卷无签名，会封考1级分。伫分科测验的考卷顶悬画电动真古水的角色，或者是画代表兔仔年的兔仔，甚至甲歌词写伫考卷顶悬。这些拢是这一届大学分科测验内底出现违规的情形，这些拢会封考1级分。完全跟答案无关的一些文字，好，那我们不鼓励，好，绝对不鼓励，因为这是会被扣分的。那就是考生在作答期间可能就画了一些图。大考中心的考试委员会临时召开会议，审议违规的情形。考生伫答案卷顶悬画图的情形，也是持续存在。就算一再宣导，也是有190张无伫签名迄栏签名，共款考1级分。因若即届考区提报违规的事件，拢总有142件。无早考试爱检查证件的有54件，占上侪。监考老师晚一点制止，那他就算违规；早一点制止，他就不算违规。可是对这个考生，他的动作是一致的。考生于考试结束铃声响毕，没有停止作答动作。那作答动作依据市场规则，这里的定义就是那个笔是要碰触，或者是橡皮擦是要碰触那个答题卷本身哦。委员认为讲，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后，考生就应该停止作答。不过，却是有考区回报讲，有2个考生伫咧停止作答的铃声响了后，敢有提笔、动笔，敢有作答，也要确认。因若分科测验的成绩会伫2月公布，为早起9点开始提供网络甲语音会当查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